今年的台湾灯会伫台南某安平灯区初3开始开放，已经成26万外人了。为着减少对住伫附近民众的影响，昨开始台南市的交通局嘛延后交通管制的时间，即嘛取消部分路段的管制，开放附近的民众会当来申请通行证，方便在地民众出入。 烟火灯光秀，佫利用空拍机排出台南4排大字，代表台湾灯会安平灯区正式起鼓。为初3到目前已经剩26万外人次来遮参加活动。虽然闹热，当地嘛出现车阵甲人潮，佫有交通管制，互居民感觉生活受影响。就是已经有跟他说地址在哪里，他就说你不是在那边吗？为什么一定要从这边进？他就说我就住这啊。 对他们就所以你们会有一些跟交管的一些纠纷这样。可是他们就是有点扰民。平日有没有这范围时间有没有？之前是下午1点，我觉得在我实际看起来有没有？其实大概下午6点过后管制，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啊。我们就觉得用走的会比骑摩托车快啊。 灯会活动拢总35日，为了降低对居民生活影响，台南市府决定为初5开始，甲全区管制时间延后，佮取消部分路段交通管制，嘛开放较接出入管制区的民众申请通行证，兼顾居民甲店头的交通权益。 迄个普通时啊，拜1到拜4是伫咧下晡6点半开始，啊，伫咧假日包括拜5、拜6礼拜，啊，甲即个春节连假，咱是对下晡4点开始，咱若迄个发即个通行证，啊，若准讲有即个伫灯会期间，直接要进出即个安平管制区的民众，会当去安平区公所1楼来做即个申请。 虽然开放通行，不过为着看顶民众的安全，警方也是会加强处理违规停车。另外，这届除了台湾灯会安平灯区以外，旧历过年期间，阁有咸水划灯港灯节、新营坡公节等活动，有计会请济济民众来台南观光。市府嘛呼吁，虽然各景点拢有停车位，嘛是鼓励民众假日尽量坐大众运输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